中国环球报8月31日发表评论称，围绕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治理行动，国际上一些人存在误解，更有一些力量出于恶意百般抹黑。这就充分说明中共政府否认自己对维吾尔人所实施的一系列欺压破坏行为，敢做不敢当，满嘴谎言，推卸责任，篡改历史。因此，世界各组织也进一步看清了中共当局。对此，东突厥产新闻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哈西称，东突厥产维吾尔人所受到的毁灭性破坏不是来自于国际舆论，而是中共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手造成的血淋淋事实。自1949年中共政府侵略东突厥产开始，就很隐秘地一步一步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开始进行毁灭、栽赃、污蔑、同化、洗脑等等。现在全部阴谋被曝光，国际社会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同时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及权威机构迅速遏制中共政府对新疆的霸道独裁政策。美国之音报道，9月2日，16个香港公民团体人员聚集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门前，举行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严酷打压，对维吾尔人采取的一系列种族文化灭绝行动。集会主办者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停止所有再教育培训中心的运作，派人员前往新疆调查取证，追究相关人员罪责，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维吾尔人的情况，停止遣返维吾尔人。活动人士要求对新疆实情展开国际调查。2018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中国的一带一路本身带着很强烈的政治动机，实际上是出于中共的很多私利。从中国过剩的产能和过剩的材料、过剩的人力，都想出口到其他国家，等于把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大规模基建来刺激经济的模式推广到国外去赚钱。对此，“一带一路”毕竟国家开始广泛抵制，质疑中共的做法。现在看来，最早传出的斯里兰卡因为中国的贷款导致债务过重，在无力还债的情况下失去了港口的控制权，这让其他国家警醒。美国之音报道称，中国的贷款和投资正使中亚地区和巴尔干西部国家陷入严峻的债务陷阱。中亚国家更担心，中国债务的急剧上升可能使这些国家丧失主权和独立。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产，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抓捕关押行动还在继续。被抓捕关押人员，特别是女性，每天必须高声歌唱国歌、红歌。没有被关押人员也必须参加所属管辖社区举行的不定期升旗、唱歌活动。无辜不参加者就以思想有问题为由进行严厉惩罚，甚至被抓捕、关押。根据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于2018年9月3日至14日，两国空军在土耳其肯尼亚的军事基地举行2018土耳其阿塞拜疆雄鹰军事演习。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空军相互执行联合行动计划任务的同时，实现互动和协调能力，完成搜救行动，以及通过空袭消除地面目标等等。